如果你同我一樣喜歡旅行美食，記得讚好、分享同訂閱。巴厘島8天自由行行程嚟到尾聲，最後嘅3晚我哋會嚟到 Kuta， 位於巴厘島南部，從昔日嘅小漁村搖身一變成為全島最熱鬧嘅度假勝地，夜生活酒吧同俱樂部林立。首先要嚟一趟水療按摩沉浸式體驗。報到後，治療師先送上歡迎飲品，接着就係挑選磨砂膏同埋午餐。再帶我哋進入獨立嘅冷氣小屋。先靜腳，然後開始3小時全身按摩同埋磨砂。3個小時按摩，而家首先食水果，跟住就會係做腳同埋洗頭、按摩、食午餐，一陣再見。接着落嚟就係我哋之前揀選好嘅3道菜午餐時間。下一個節目係喺沙灘上徒步，放慢腳步，欣賞夕陽。喺沙灘上享用炭烤海鮮，同時欣賞落日海景，係金巴蘭嘅經典行程之一。打卡必備嘅雞尾酒，炭烤海鮮配搭道地嘅參巴醬，你話點會唔好食啊？巴
厘島實在有太多呢類咁嘅日落酒吧啦，你仲有其他推薦嗎？歡迎留言話俾我聽啊！Kuta 海灘旁邊就係老牌購物中心 Discovery Mall， 商場佔地廣闊，而且擁有著名嘅 Sogo 百貨。後面就係 Kuta 海灘，從酒店步行到呢度只需要幾分鐘。傍晚時分喺海灘邊散步，感覺非常寫意。商場對面就係熱鬧非常嘅酒吧地帶，喺呢度你永遠唔會感到寂寞。今次選嘅酒店最大嘅優點係地理位置，步行5分鐘就可以到達 Kuta 海灘同埋 Discovery Shopping Mall。無論係尋找美食或者係水療按摩都非常方便。呢度嘅早餐食物都唔錯，只係款式變化唔大。當我哋食咗3日早餐之後，好彩我哋就要返屋企啦。
酒店泳池有好多適合一家大細一齊玩嘅活動。我訂嘅係3樓超豪華泳池景觀房，結果露台外邊只能夠睇見餐廳嘅屋頂，幾乎沒有泳池景。反而朋友們嘅豪華泳池景觀房喺1樓，視野更加好，睇晒成個泳池。在地人推薦嘅海鮮餐廳，老闆娘30年前喺貴州移民過嚟巴厘島，見到我哋係同聲同氣嘅中國人，非常之熱情咁款待我哋，仲話原來喺大眾點評裏邊嘅電話用微信同佢聯絡，10公里範圍內免費接送服務。魚缸裏邊嘅海鮮超級新鮮，廚師火候控制得啱啱好，味道適中。巴厘島嘅塞車情況實在係太嚴重啦，短短嘅10幾公里可以花你1小時。如果政府可以解決問題，對於遊客同埋居民嚟講，真係天大喜訊。今日我哋預約咗 Sunday Pink Brunch， 穿着粉色衣服仲可以享有9折優惠。Sundara 位於巴厘島金巴蘭灣4季度假酒店裏面，一家海濱餐廳酒吧同埋海灘俱樂部。而 Sundara 嘅名係源自於梵語，意思係美麗。餐廳擁有一座標誌性嘅60公尺無邊際泳池。
職員仲好細心咁為我哋預留咗遲伴嘅 day bed。10分滿分嘅homemade麵包，唔食海鮮，我淨係食麵包都可以飽。要細心咁睇一下，你睇到餐桌上面嘅海鮮同埋肉類係無限量供應，只要你食得落，提出佢哋就會供給俾你啦。蟹沙律嘅酸蘿蔔令到整個味道都提升唔少。鮮嫩嘅紅鯛魚，職員仲要好細心咁嚟到我哋台邊為我哋做一個 presentation。呢份誠意，你話點可以唔讚啊？跟住落嚟就係打卡咁滿滿嘅牛肉撻撻，你睇下，各人都揸住個手機喺度狂拍。無限量供應嘅食物，結果最後尾個個都要捧住個肚嗌停。大家穿住喺巴厘島買嘅粉色衣衫，喺泳池邊放鬆咗大半日，享受陽光、粉色氛圍、迷人海景、精緻嘅餐飲，整個下午都笑聲不斷。可惜日光底下雪糕都溶晒啦。職員仲為我哋嘅結婚週年紀念送上蛋糕。酒店餐廳內一般咖啡係冇拉花，但係今次係例外喎。黎少已經急不及待下水啦。Hello， 好唔好玩啊？好玩啊！開唔開心啊？好啊！正唔正啊？好啊！Simon正唔正啊？Simon上鏡啊！Simon你上鏡啊！Simon老婆上唔上鏡啊？你見啊！影咗你個肚腩啊！影咗你隻肚腩啊！所以我都你唔使縮啊！你唔使縮啊！我唔想影咗你啦！所以我要唔上水字就咁解啦。職員仲要好細心咁為我哋送上遲伴小食。嗱，呢啲咪就係加分位咯。photo 睇咗咁耐，大家都想知道我哋今日嘅全日消費係幾多啦？如此又超又開心嘅旅程圓滿結束，期待下次再聚。